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本人真爱来咱台湾游览哦。昨下晡，日本来台湾的旅客突破到200万人。这位第200个来台湾的日本人，是位日本的宫崎来的团体客。伊讲伊来台湾上想要食这个珍珠奶茶。另外，观光局的统计，台湾的观光旅馆今年的前3季总收入破440亿，完全拢无受到中国的观光客缩减的影响。那台湾的观光旅馆都位收入上好、生意上好咧。第1名是台北市，第2名是高雄市，第3名是台中市。披彩带接受欢迎，伊是来自日本宫崎县的玲子小姐，是今年第200万的来台湾的日本人，头一次来台观光，伊想要去参观古迹。龍山寺やっぱパワースポットなので行っ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。观光局用3天的努力吸引日客来台，总算伫12月突破200万。对日客来讲，上主要原因除了台湾甲日本相近以外，日本人对台湾有好感，嘛是吸引来台原因之一。治安良好，国民友善。去哪些地方？中正纪念堂、龙山寺总统府啦。尤其是台湾的珍珠奶茶、小笼包这的美食，嘛是吸引日本人来旅游原因。虽然即马中国观光客缩减，但是除了日本以外，韩国、东南亚的国家同款介意来台观光。嘛，有今年前3季的观光旅馆营运总收入来到440亿，一档增加2.46%，创下6年来同期新高。日本韩国、马来西亚都是大幅。全台观光旅馆租用率北地区是73.24%上悬，第2是高雄的64.96%，台中的63.05%。这嘛证明台湾的好山好水、美食甲人情味，就算无景气，也是真有竞争力。